鄉議局同3位特首選舉參選人會面，並且傾過丁屋問題。林鄭月娥未承諾唔取締丁屋僭建，葉劉淑儀建議丁屋向高空發展，而曾俊華就提出丁屋同居屋混合發展。一個大學生前年喺立法會附近被搜出藏有煙霧餅，管有爆炸品罪成，被判監3個月。4年前荃灣空姐衣櫃藏屍案，疑犯由內地公安移交香港警方。各位歡迎收睇呢節新聞。鄉議局分別同3個行政長官選舉參選人會面，曾俊華提出將丁屋同居屋作混合發展。林鄭月娥表示會以合乎情理嘅方式處理丁屋僭建，葉劉淑儀就話可以研究丁屋向高空發展。鄉議局主席劉業強冇再提及傾向支持林鄭月娥，強調現階段未決定支持邊一個。黃耀揚報導。手握27張選委票嘅鄉議局，一日內先後同林鄭月娥、葉劉淑儀同埋曾俊華3名特首選舉參選人會面。其中鄉議局副主席張學明未有出席同曾俊華嘅會面。曾俊華喺會中提出以丁屋同埋居屋混合發展，興建多層大廈或者屋苑。我就希望係可以係將啲丁屋同埋嗰個居屋呢一類嘅樓宇咧，其實一個夾心階層嘅樓宇咧，可以夾心階層可以居住嘅咧，係一個混合嘅模式可以推行出嚟。細節我哋未有嘅，我哋希望咧，我哋推出細節之前咧，係可以同鄉議局同埋香港嘅市民咧，大家再詳細啲討論。有與會者就透露，曾俊華未有交代點樣處理地權管理同埋究竟喺丁地定係政府地起。曾俊華喺會上又表明，會將基本法40條有關保障新界原居民合法傳統權益嘅條文列入政綱。林鄭月娥就話喺會上討論過丁權同埋僭建問題。佢話自己做發展局局長嘅時候，提出以登記制度處理丁屋僭建。會上有人問及政策可唔可以延續。我覺得任何提出如果係依法辦事，亦都合乎情理咧，咁係可以考慮。但係由於我真係離開咗4年幾嗰個直接嘅範疇，所以我唔可以即時咧作出任何嗰個承諾。林鄭月娥曾經提出丁權截龍，再被追問到相關睇法嘅時候，佢話而家有司法覆核案，唔方便評論。據了解，有鄉事派喺會上要求林鄭月娥承諾，一旦當選唔會取締丁屋僭建，並且容許丁屋向上發展。林鄭月娥就話應承得你都係假㗎，但係就話可以研究。而葉劉淑儀就喺會上話可以研究丁屋向高空發展。高空發展當然要睇下當地嘅道路啊，各方面嘅基建可唔可以承受啦？呢啲其實都需要規劃，唔係隨便咧可以一個丁屋就可以俾佢起好多層，唔係咁簡單嘅。早前話傾向支持林鄭月娥嘅鄉議局主席劉業強喺3場會面之後形容林鄭月娥同葉劉淑儀都係有能力承擔同埋有才能。曾俊華就係愛國愛港愛鄉嘅人，現階段未決定支持邊一位。另一名參選人胡國興就因為有其他活動撞期，未有同日同鄉議局會面。Now TV 記者黃耀揚報導。行政長官選舉參選人林鄭月娥接受本台專訪時候，唔點名批評曾俊華曾經破壞行政立法關係，最終由佢化解。佢形容公共理財係佢嘅強項，一旦當選會好好運用財政儲備。江永儀報導。被形容係梁振英2.0嘅林鄭月娥話，外界認為佢強硬，只係觀感問題。過去有唔少行政立法矛盾都係由佢做和事佬。記得有一件事件，某一位嘅官員喺立法會係唔願意去回答4位議員嘅提問，因為話喂，政府好似告緊你喎，我做咩答你問題咧？咁都係由我化解嘅，坐喺你前面就係唔答你問題，呢個咪就係有少少係破壞行政立法關係咯。如果我哋重視行政立法關係咧，法律意見係一件事，但係政治嘅判斷係另一件事。佢冇話你唔可以用一個政治嘅判斷去即係考慮佢嘅法律意見啊嘛。如果所有嘅政府嘅施政官員嘅行為都係法律意見嚟到去主導，咁我哋咪得一個律政司就搞掂噶咯喎！我哋點解要咁多官員喺度做咁多嘢呢？講到理財哲學，林鄭月娥形容公共財政係佢嘅強項。
9000億元咧都已經夠2年，即係喺完全冇收入嘅情況之下咧，可以維持特區政府咧2年嘅運作。咁所以喺點樣能夠用得好呢個財政嘅盈餘咧？我覺得一定係投資性嘅開支，幼兒教育願意投資到基礎教育，到高等嘅教育，係咪仲有投資嘅空間呢？幫助老人家保持個身體健康，就係一個投資性嘅長者醫療開支。咁我會用呢個角度咧嚟到去行一套公共理財嗰個哲學。至於未來班子有咩人選，林鄭月娥話會用人唯才，但係社會觀感都要考慮。而家我都接受咗咧，社會觀感係一個要考慮嘅因素嚇。因為如果社會上有咗呢一種主觀嘅睇法咧，你令到嗰位嘅同事係有啲舉步維艱嘅。佢認為普遍公務員都支持同認同佢嘅領導，但係今時今日要感召高級公務員行入熱廚房有困難。Now TV 記者江榮儀報道。林鄭月娥半小時嘅專訪會喺星期六 Now 財經台同 ViuTV 時段播出。而另一位行政長官選舉參選人曾俊華就喺鄉議局同鄉紳會面之後，由上水鄉事委員會主席侯志強等等3個選委陪同去到上水。侯志強話支持邊一位參選人，喺鄉議局見過所有參選人之後，會再開會決定。胡廷偉報導。曾俊華由上水鄉事委員會主席侯志強陪同去到上水新康街一帶，了解商戶經營同埋水貨客嘅情況。沿途有大批人開路，又組成人鏈維持秩序。小心，好嘢，好，呢啲就民意代表啦。陪同曾俊華嘅除咗侯志強，仲有李冠雄同埋陳松輝，3個人都係選委。有市民圍觀同埋影相。曾俊華喺上水逗留大半個鐘。侯志強被問到係咪支持曾俊華，佢就只係話鄉議局好團結。見過所有參選人再開會先至會決定。大主席佢有智慧嘅，當然呢個問題咧，佢會深入去考慮嘅。你自己個人咧？我哋都係鄉議局嘅一般都係好團結、好齊心啊！咁啊，如果經過會議決定咧，我諗大家都會一致嘅。另外，曾俊華喺社交網站話，好中意港產片《激戰》入邊上到擂台唔會怯就輸一世呢2句對白。又話人和先至能夠政通，否則施政亦都會舉步維艱。至於會唔會為擴建會展而放棄灣仔運動場，曾俊華就話會展擴建選址應該謹慎考慮，除咗運動場嘅功能，仲包括灣仔北嘅交通負荷。Now TV 記者胡廷偉報導。一個公開大學學生前年喺立法會審議版權修訂條例期間，喺金鐘被搜出藏有煙霧餅，管有爆炸品罪成，被判監3個月，獲准保釋等候上訴。朱子晴報導。21歲嘅公開大學學生關嘉希由囚車押送去到東區裁判法院聽取判刑。佢早前被裁定管有爆炸品罪成，代表律師求情嘅時候話，如果監禁無可避免，希望法庭可以判處緩刑。暫委裁判官葉啟亮判刑嘅時候話，被告喺勞教中心嘅報告裏邊話煙霧餅係用嚟打野戰，當日正打算去到長沙灣會合朋友，有關嘅講法同審訊時候嘅版本有出入，認為被告清楚知道物品屬於爆炸品，係杜撰唔同嘅藉口作解脫，缺乏真誠悔意。葉啟亮又話，法庭唔可以忽略剝削其他人享受和平安寧權利嘅行為，有關嘅控罪係嚴重罪行，如果爆炸品落入錯誤嘅人手中，可以引起嚴重後果。法庭唔可以縱容有關行為，需要執行公義，否則會令人憂心人身安全。參考過去案例之後，判處被告監禁3個月。裁判官判刑之後勉勵被告，今次嘅事件唔係世界末日，監禁嘅時間亦都唔算長，期望佢有決心唔再接觸同埋干犯有關罪行。被告嘅代表律師喺庭上話，會就定罪同埋刑期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訴。裁判官批准被告喺等候上訴期間保釋外出。Now TV 記者朱志晴報道。4年前荃灣空姐衣櫃藏屍案，廣東省公安廳將涉案嘅29歲姓莫男疑犯移交俾本港警方。簡學希報導。
29歲姓莫嘅疑兇黑布蒙頭，喺皇崗口岸落馬洲過境大橋，由廣東省公安廳特警押解落車。兩地警方確認程序之後，疑兇獨自拎住個人物品越過兩地邊界。本港嘅警員揭起頭套，確認疑兇身份，然後將佢押上車輛。星期三挨晚返抵荃灣警署，由荃灣警區重案組繼續跟進調查。較早前疑兇落網之後，即關押喺深圳市第一看守所。中央電視台報導疑兇被捕嘅過程。香港警方舊年10月24號向內地公安部發出請求，協助追捕疑兇。廣東省警方隨即成立專案組。報導話，香港警方提供嘅資料有限，淨係有疑兇嘅姓名同證件相。專案組利用大數據排查，發現疑兇經常喺深圳龍崗區活動。5日之後，疑兇喺惠陽返回深圳，公安喺龍崗橫江街道一間髮廊將佢拘捕。本港警方由助理處長鐘少陽出席疑犯移交儀式，佢感謝公安部協助，話兩地警方會繼續合作，維護兩地治安。案發喺2013年12月，一名26歲港農空姐被發現藏屍喺荃威花園嘅住所衣櫃入面，頸有傷痕，懷疑俾人勒死。當時警方懷疑係熟人所為，又未能夠聯絡死者姓莫嘅前男友，曾經懸紅30萬元緝兇。Now TV 記者簡學希報導。轉頭翻嚟有國際消息。翻嚟新聞時間，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名保守派嘅戈薩奇擔任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令到兩黨爭拗更加白熱化。民主黨除咗拖延多個內閣人選嘅任命，更加準備透過拉布阻止戈薩奇就職。吳翠珊報導。特朗普喺星期二嘅電視黃金時段公佈提名屬保守派嘅聯邦上訴法院法官戈薩奇，接替逝世嘅斯卡利亞擔任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令大法官人數回復到9名。I pledge that if I am confirmed, I will do all my powers permit to be a faithful servant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laws of this great country. 49歲嘅戈薩奇06年獲參議院通過出任丹佛聯邦上訴法院法官。如果任命獲得通過，佢將會成為1/4世紀以嚟美國最年輕嘅最高法院大法官，同時令保守派大法官重奪多數地位。預料會對安樂死、墮胎、槍械管制、跨性別人士權利等社會上有嚴重分歧嘅議題有關鍵影響。最高法院大法官屬終身制，向來屬兩黨必爭之地。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舒默質疑戈薩奇能唔能夠保持獨立公正，有民主黨參議員更表明不惜拉布阻止特朗普嘅大法官人選。喺提名大法官前，特朗普已經因為收緊移民入境遲到去處理司法部長耶茨，觸發民主黨嘅強烈反擊。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原定喺星期二就司法部長提名進行表決，但因為多名民主黨參議員質疑提名人選塞申斯只會對特朗普言聽計從，強烈反對佢嘅提名，令表決要押後到星期三。It took the courage of Elliot Richardson and William Ruckelshaus, who stood up to President Nixon. That is what an attorney general must be willing and able to do. I have no confidence that Senator Sessions will do that. 財長提名人選姆欽同衛生部長人選普賴斯就因為民主黨全體缺席投票而冇辦法表決。外界認為特朗普喺呢個時候公布大法官人選係要團結保守派勢力，以及轉移外界對入境禁令嘅視線。Now TV 記者吳雪珊報道。喺南韓，聯合國前秘書長潘基文宣布唔會參加下屆總統選舉。歐放華報導。潘基文喺國會同保守派政黨領袖會面之後，突然召開臨時記者會，宣布唔會參選總統。潘基文話對部分政壇中人守舊狹隘嘅利己主義感到極度失望，認為同呢一啲人繼續同行係毫無意義。佢又話喺各種政治誹謗、假新聞中，佢單純愛國嘅心同埋抱負蕩然無存，對佢本人同家人以及任職10年嘅聯合國名譽造成巨大創傷，因此決定放棄實現政治變革同國家和諧嘅決心。潘基文希望國民諒解佢嘅決定。
72歲嘅潘基文卸任聯合國秘書長之後，上個月返抵南韓，揚言會團結國家，一度被視為係代表保守勢力嘅熱門總統候選人。但係之後不斷被醜聞困擾，佢被指喺10年前收受過南韓商人23萬美元賄賂，佢嘅弟弟同埋侄仔亦都被指涉嫌行賄。加上佢遲遲唔公佈參選，亦都令到佢嘅支持度下滑。南韓世界日報嘅民調顯示，另一名潛在總統熱門參選人最大在野黨共同民主黨前黨魁文在寅嘅支持度有近3成3，大幅領先潘基文近20個百分點。有南韓特朗普之稱嘅城南市長李在明就排第3位。揚言會設法減低南韓家族式集團影響力嘅文在寅，對於潘基文棄選感到意外同埋遺憾。南韓原定今年12月舉行總統選舉，由於總統朴槿惠捲入親信干政案，遭到國會彈劾停職，令到大選可能提前舉行。憲法法院星期3就彈劾案進行第10次嘅聆訊。如果法院裁定彈劾成立，南韓需要喺60日內舉行大選。Now TV 記者歐花報道。亞視睇翻啲本地消息，轉頭見。繼續新聞時間，粉嶺發生謀殺案，一個年約3歲嘅南亞裔女童昏迷送院之後死亡，警方拉咗死者嘅媽媽。現場係長華邨長德樓，下晝5點幾，警方接獲一個南亞裔男子報案，話佢患有精神病嘅妻子喺寓所襲擊佢哋嘅女，女童當時昏迷，被送往北區醫院搶救之後不治。警方發現女童嘅頸有瘀傷，初步懷疑佢俾人碾死。經調查之後，拘捕死者嘅媽媽。案件列作謀殺案，由大埔警區重案組調查。前行政長官曾蔭權涉嫌收受利益案續審。前發展局常任秘書長韋志成嘅書面作供表示，由特首辦推薦何周禮授勳，做法並非唔尋常。陳建文報導。案件喺假期之後續審，曾蔭權同太太抵達法院，控方喺庭上讀出前發展局常任秘書長韋志成嘅書面供詞。佢話：2011年收到特首辦推薦何周禮授勳之後，要求下屬跟進了解何周禮嘅背景同專業資格等。佢當時認為何周禮係年輕專業嘅建築設計師，值得獲授榮譽勳章。韋志成又話唔清楚特首辦推薦何周禮嘅原因，而自己任職發展局以嚟收過2次嚟自特首辦嘅推薦，唔認為做法唔尋常，過程中亦都唔會同對方開會討論。控方亦都傳召青協業務總監袁兆玲，佢認同控方所指，曾蔭權喺2009年年底去到北角青協大廈出席活動，但係到訪嘅2層唔係由何周禮設計。喺辯方盤問嘅時候指出，曾蔭權提名何周禮之前，曾經出席青協金禧晚宴，席間同青協高層等人，包括總幹事黃奕明交談，袁兆玲亦都同意。另一個控方證人劉玉蓮，佢係鄭經翰嘅秘書，據確認喺2011年2月收到何周禮所屬公司嘅職員以電郵寄出裝修工程合約，咁對方要求將合約轉發俾黃楚標，但係劉玉蓮話唔知道合約同東海花園物業有關，亦都唔知道邊個將會入住單位。法官亦都等陪審團了解審訊嘅進度，預計下星期1開始由辯方傳召證人。按照進度，估計聆訊會喺今個月嘅16號完結。Now TV 記者陳建文報導。富商蕭建華據報被帶走，消息話佢並唔係香港永久居民，年30晚經落馬洲返內地。英國金融時報就報導，蕭建華係被公安帶走，過程中佢未有反抗。馬子豪報導。以蕭建華名義嘅聲明強調佢係香港永久居民，受到香港嘅法律保護，而本港入境處以及警方都未有公開證實呢一點。而消息人士就對本台話，蕭建華並唔係香港永久居民，並無擁有香港特區護照，佢係因為工作嘅關係獲准短暫留港。至於佢亦都自稱係加拿大公民，英國金融時報就引述加拿大外交部話，領事人員正係聯絡緊有關當局取得進一步嘅資料，以及提供協助，但就以私隱為理由拒絕透露有關蕭建華嘅資料。金融時報報導，蕭建華喺上個星期五，即係年30晚嘅凌晨1點鐘，喺中環嘅世季酒店被5至6名中國內地便衣公安帶走。
蕭建華嘅2名保鏢亦都一同被帶走。報道指四季酒店喺香港警方提供嘅閉路電視畫面顯示，蕭建華被帶走嘅時候未有扣上手銬，睇嚟係自願跟隨公安人員離開。佢稍後亦都打電話俾佢嘅屋企人，話俾公安帶走，同時要求家人向香港警方銷案。警方早前證實曾經接獲有關嘅求警協助個案，港島重案組跟進，但後嚟屋企人就話事主已經報平安，要求銷案。喺明報頭版刊出咗以蕭建華為名義嘅全版廣告，再一次刊出蕭建華旗下嘅明天控股喺上一日曾經透過微信所發表嘅聲明，表示蕭建華喺國外治療，唔存在被綁架返內地嘅情況。呢一個聲明隨後就喺微信被刪除。NowTV 記者馬子豪報道。天氣方面預測大致